食魚怕腥又怕柴咧，可以試下呢個油鹽水浸魚腩。咁樣浸出嚟魚腩嫩滑鮮甜，又冇泥氣味。重點係做法簡單，幾分鐘就搞掂。咁你嘅油鹽水浸魚腩咧就簡單到飛起。首先咧買一塊新鮮嘅魚腩，呢個係水庫魚腩嘅。如果你買唔到咧，買個鱸魚或者金槍魚都得㗎。啲水咧燒到呢種微滾嘅狀態，呢個叫蝦眼水。我哋放3片薑，再落2匙羹鹽，1圈花生油。直接咧將個魚腩放落去，咁厚身嘅魚腩咧，我哋調到最細溫度浸佢8分鐘左右咧就 OK 啦。嗱，浸魚咧都有細節嘅，啲水咧一定要浸過嗰個魚腩，而且千祈唔好用大火啊！大火咧會浸到佢甩皮甩骨，肉質咧會變到好柴嘅。如果你好細塊或者好細條魚咧，你直接關火吸過去浸就得噶啦。已經浸咗8分鐘啦，想知熟唔熟咧？揾筷子吉最厚身地方，可以輕鬆咁插入去咧，上面已經熟透噶啦。浸熟之後咧，將佢撈起身。再鋪啲迷人嘅薑絲同葱絲喺上面，再用熱油激發出香味，再淋一圈靚頭抽咧就大功告成啦！呢個油鹽水浸魚腩咧，嫩滑得嚟又唔腥，四身鮮甜嫩滑，一啲泥氣味都冇。